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44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547天。前线总共发生了338次战斗，其中80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守军在城区和近郊地区击退了46次俄军的进攻，这是整个战区204起冲突中最激烈的战线焦点。在波克罗夫斯克北部的格里申，俄军在泥泞的道路上对格里申发动机械化进攻，结果被挫败，3辆步兵战车发生外部故障，3个步兵排失去作战能力，泥泞期装甲步兵展开变慢，补救措施慢，装甲车只要一停就被 FPV 无人机盯住，被 FPV 无人机逼停以后这个乌军的炮火就呼啸而至，反坦克导弹立即上门拜访。在乌军无人机和火炮严密监控下，装甲冲锋反而更像把高价值目标送到乌军的炮口之下。俄军在这个泥泞期就展开这样的这个疯狂的进攻大概率是因为后勤压力和政治任务逼得太紧，他们等不到土地彻底冻结的完美时刻，只能在血和泥的混合物里进行人肉冲锋。这也说明俄乌谈判确实越来越逼近实质，俄罗斯急需在战场上在前线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好在谈判桌上拥有更多的筹码，哪怕是虚假的胜利也能为俄军带来吹嘘的资本。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其部队于2月2日夜间袭击了俄罗斯的目标，在顿涅茨克州被占领的库拉西夫卡附近，一个团级和一个师级的俄军指挥所以及一个弹药库分别遭到打击，扎波罗热地区一个无人机发射点也遭到了乌军的打击。但莫斯科在前线投入大量兵力和制造恐慌时，乌克兰却将目标对准了真正重要的东西，指挥、控制、后勤和协调。俄军正在失去能力，而乌克兰正在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根据媒体统计在刚刚过去的1月，俄军进展明显减少，仅占领了245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相比去年12月和11月少了近一半。显然在俄军进攻力度明显加强的情况下，俄军取得的成效和战绩却少了一大半。事实上，俄军在1月发动的进攻频率仅比12月下降了 4%。 波克罗夫斯克依然战况激烈，俄军 33% 的进攻行动都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但进展不大，反倒是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那里的进攻行动仅占全部行动的 3%， 却取得了近 20% 的领土收益。不过就在第一轮阿布扎比会谈之前，俄军突然加强了进攻频率，仅仅是29日白天，俄军就发动了约180次进攻，其中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就发动了77次进攻，但乌军顶住了这些进攻。就目前来看，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暂时还相对安全，俄军还没有继续取得突破的能力。2026年1月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了91枚弹道导弹，创下导弹袭击的最高纪录。此前最高纪录是在2025年1月份，也就是1年前也是冬天，敌方当时发射了89枚导弹。乌克兰信息抵抗组织专家透露，这样的统计数据表明2026年应对弹道导弹的威胁可能会成为防空部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而在今年1月份乌克兰国防军防空部队击落了9707个空中目标，其中包括13枚 KH-101 巡航导弹、9枚 KH-22 巡航导弹、37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10枚口径巡航导弹、4枚 KH-59 制导炸弹、6枚伊斯坎德尔K 巡航导弹、2725架沙赫德攻击无人机、565架无人侦察机、18185架其他类型无人机。2026年1月，乌克兰国防军航空兵摧毁了392个空中目标、11枚巡航导弹和381架无人机。指挥所、后勤保障设施以及俄军人员和装备聚集地均遭到打击。这是乌克兰方面在1月份取得的战果由于美乌俄三方正在忙于会谈，要和谈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那么特朗普说在他的请求之下，
普京啊暂停了对乌克兰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因为乌克兰太冷了，乌克兰老百姓很惨，所以说啊，俄乌双方达成了短暂的能源停火。俄罗斯改变了能源恐怖的袭击方式，全天攻击煤矿，用无人机袭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燃料供应设施，这些设施为热电厂提供燃料。2月1日，俄罗斯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帕夫洛格拉杜戈尔矿区的袭击，炸死12名矿工，无人机击中一辆载有乘客的巴士，另有7名乘客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这个是央视新闻报道啊。你说这个俄罗斯的所谓停火啊，不影响它打击这个民用设施啊，它炸煤矿，而且啊，由于双方并没有达成一个书面的文字的协议，这个能源停火都是口头上的君子约定，具体的停到哪一天，对吧？这个按照俄罗斯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说法是停到2月1号，那么也就是接下来啊，在俄罗斯很有可能重新大开杀戒。所以乌克兰方面媒体报道啊，乌克兰在线说啊，俄罗斯正在准备大规模打击，可能就在今晚，可能优先打击目标基辅市、基辅州以及西部各州。敌人拥有大量巡航导弹的情况令人担忧。也就是说啊，这个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啊，这随时有可能发生，不能不做好准备啊。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乌克兰将获得额外的爱国者等其他防空系统，这个欧洲最先进的纳萨穆斯啊防空系统，还有德国的啊。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副主席伊戈尔·切尔涅夫指出啊，已宣布向乌克兰交付共12套防空系统。据他介绍，很多防空系统的交付合同已签订多年。纳萨穆斯系统的主要问题在于专用导弹数量不足。他说，不过我们欧洲伙伴拥有这些导弹。顺便一提，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在欧洲议会的一次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些导弹，他没有点名具体国家，但我们知道哪些国家储备了这些导弹。现阶段我们不会透露这些国家的名字，这些国家的立场是他们的导弹储备已经达到极限，进一步交付将使他们的防御能力低入极限。也就是说啊，这个欧洲国家呀，现在正在到处搜罗啊，到处搜刮这些防空武器援助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发布声明称，乌克兰政府已通过决议要求为星链终端以设备引入白名单。不久后，乌克兰境内将仅允许使用经验证且注册的终端设备，其他设备将被停用。不就是前一阵子这个俄军那个新型的无人机啊，不是装备了这个星链终端吗？它在乌克兰境内飞，炸乌克兰的这个目标。现在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啊和马斯克经过商量之后，那彻底解决的办法就是给这些星链终端引入白名单制度，只有在乌克兰政府登记过的这些星链终端才能接收到信号，才能在乌克兰境内飞行。这个而且不麻烦啊，普通民众只要进行一次登记，而军方有专门的登记渠道，就批量登记啊。那此举啊，那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这个在乌克兰境内的飞行的能力。这不仅在俄罗斯博客圈引发轩然大波，也激怒了首席宣传官索洛维耶夫。这个索洛维耶夫啊，昨晚发表了一番激烈的言论，甚至建议用核弹摧毁星链轨道。但有人反驳说，这样做不仅会损害星链，还会损害俄罗斯的卫星时，索洛维耶夫建议使用信鸽。我觉得啊，再往下发展，这个马斯克有可能啊，把这个在俄罗斯境内的星链恐怕也得掐断。这个走一步看一步啊！瑞典正在筹备其最大规模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方案，计划提供防空系统、萨博雷达、电子战装备以及具备纵深打击能力的无人机。这又是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啊与瑞典的防长约恩森近日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通过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应对弹道导弹威胁，启动勇敢瑞典国防创新计划，移交鹰狮战斗机与流星导弹等方面的深入合作。此前，费多罗夫也与荷兰防长布雷克尔曼斯就加强防空、无人机开发与生产等合作进行了沟通。这个还是这个年轻人啊，费多罗夫啊，这个新任国防部长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四处出击啊，要欧洲这些国家提供武器，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我们再看看欧盟啊，根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欧盟正商议是否彻底废除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机制，以海运服务全面禁令取而代之。这就是
彻底的对俄罗斯的石油进行禁运，意味着无论定价多少，欧洲企业都不得再为俄罗斯石油货轮提供保险、航运以及运输相关服务。此举将封堵现有制裁体系中最顽固的漏洞之一。海运服务禁令手段属显著的制裁升级。欧洲官员表示该举措能简化制裁执行流程，强化施压效果。而当前受油价低迷、制裁网络不断扩大影响，俄罗斯油气收入已跌至5年最低水平。欧盟近期针对俄罗斯原油炼制成品油的制裁措施已迫使土耳其、印度的炼油厂大幅削减采购量。海运服务禁令会迫使更多俄罗斯原油进入折价高摩擦的流通渠道，也能降低受制裁原油通过油品调和、重新贴标、间接转运等方式回流欧洲的可能。这就是特朗普老说的你这个欧洲老去市场上买那些成品油，那成品油都是俄罗斯的油炼出来的，那还是欧盟你间接的支持了俄罗斯。所以这回欧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彻底的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进行禁运。战打了4年多了欧盟突然想起来彻底禁运。实际上我认为这都是欧盟在温水煮青蛙，勒在俄罗斯脖子上的绳子是一点点的勒紧，对吧？压在俄罗斯身上的这个稻草是一根一根的在加，你也不知道哪一根起作用。这个1月29号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们决定将俄罗斯列入洗钱风险较高的国家黑名单，限制与欧洲银行的金融交易。还有一项提案，即禁止俄罗斯战斗人员进入申根区，因为这构成安全威胁。许多欧盟成员国都支持这项提案。卡拉斯补充道并指出部长们同意继续审议该提案，并观察欧盟成员国的进一步反应。也就是你看对俄罗斯是勒得越来越紧了。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称，欧洲或将在数月内取代美国为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如今美国可能退出对乌克兰和欧洲的支持，这一情况已不像1年前那样令人担忧。在援助暂停期间，盟友们已为基辅提供了支持。这个前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目前为乌克兰提供约2/3的情报信息。西方官员证实，完全或近乎完全取代美国提供的数据只是时间问题。这里面就涉及到德国首先是英国金融时报他说德国将率先在欧洲建立导弹弹道追踪卫星系统。德国太空部队指挥官迈克尔·特劳特少将表示，由于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该系统将成为优先发展项目。他称这项计划至关重要，因为它能让欧洲更加依赖本国的防御力量。欧洲在太空能力各个方面或多或少都依赖美国，我们迫切需要增强德国和欧洲在探测和拦截导弹方面的自主能力。我们不仅要能及早发现导弹，还要能在早期阶段对其进行拦截。德国宣布将在2030年前投资350亿欧元用于军事太空技术研发。此外，德国还加入了天空盾牌计划，旨在为欧洲建立地面防空和反导防御系统，也就是脱离美国德国的国防部长皮斯托利乌斯警告称，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将导致灾难性后果。他表示如果援助终止，乌克兰可能最早于明天面临存亡危机。皮斯托利乌斯强调，德国及其伙伴为此付出的代价将远高于当前持续提供支持的成本。简单点说就是德国要继续支持乌克兰打下去。如果乌克兰失败，那么德国面临的未来这个成本比现在支持乌克兰还要高得多。自从这个德国总理莫尔茨上台以后这个莫尔茨确实话不多人狠话不多。莫尔茨在 G20 期间的协调行动正是欧洲自力更生的信号，也让德国从跟随者转为议程设置者。莫尔茨不会像丘吉尔一样慷慨激昂，但他可能会以德国人擅长的冷静务实重塑欧洲的领导力。为应对与俄罗斯的战争，德国制定了一项秘密计划。据悉，大约有10几名德国高级军官2年半前就开始着手制定这项计划。华尔街日报目前披露了这一计划的细节。按照这份长达1200页的文件，德国将成为北约部队向东转移的主要枢纽，其中详细阐述了如何将80万德国、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军队调往东部前线，也就是
到俄罗斯边境啊。文件绘制了他们将要使用的港口、河流、铁路和公路，以及他们沿途补给和保护方式。德国官员此前表示，他们预计俄罗斯将在2029年做好准备，并企图对北约发动攻击。但一系列间谍事件、破坏袭击和入侵欧洲领空的事件表明，俄罗斯可能正在准备提前发动袭击。分析人士还认为乌克兰战火的任何停火都可能为俄罗斯腾出时间和资源，使其能够准备对欧洲北约成员国采取行动。这项德国计划的制定者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增强欧洲的韧性，不仅可以确保胜利，还可以降低战争的可能性。一位德国高级军官，也是这份德国作战计划起草者之一，说：“我们目标是防止战争，让敌人明白，如果他们攻击我们，他们不会得逞。”二战之后根据波茨坦协定和巴黎协定，并且依赖北约保护，德国武装力量发展受到限制，这个大家都知道吧？但并非禁止。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时代转折加快，特别是在特朗普敦促之下，大幅度增加了军费开支，而且在今年5月份，战后首次在立陶宛永久驻军。当年英法俄作为盟军共同对抗德国侵略者，而今莫斯科成了侵略者。德国不但成为英国、法国的盟国，还正在成为盟国的领导者。2025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额已超过140亿欧元，超越了英国和法国。如今，马克龙深陷法国国内危机，斯塔默专注于英国经济重建，莫尔茨作为欧盟经济引擎的德国领袖，在欧洲的政治军事领域也顺势接棒。南非 G20 峰会期间，他召集欧洲大国紧急会议，这场会议虽未公开细节，但据报道已初步敲定欧洲版的乌克兰安全保障计划。所以说莫尔茨现在逐步在成为欧洲的这种叫协调者或者叫领袖。莫尔茨在 G20 期间的协调行动，正是欧洲自力更生的信号，也让德国从跟随者转为议程设置者。所以有德国的这个态度没有办法接受乌克兰土地换和平。当地时间2月1日晚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下周3和周4，就是2月4号和5号，将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适当级别的3方会谈。泽连斯基表示2月2日将就此召开会议，商讨谈判框架并做好各项准备。他同时透露，2日晚上乌谈判团队将启程前往谈判地点。此外，他表示2月乌克兰的外交活动十分密集，从2日开始就将陆续开展一系列会谈。谈判桌上有乌梅罗夫、布达诺夫，他们跟俄罗斯人谈。谈判桌下面那是泽连斯基和欧洲这些伙伴密切沟通实际上就是泽连斯基背后站的都是欧洲、欧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美方也能保持同样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减少空袭、降级冲突方面。他指出，能否让乌民众信任这一进程和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就是球给到了美国虽然泽连斯基表示对即将举行的阿布扎比第2轮俄乌会谈抱有期待，但彭博社等确认不会有什么突破。克里姆林宫坚持要求乌克兰交出整个顿巴斯地区，并援引安克雷奇方案，克宫宣称这是普京和特朗普达成的协议。而作为让步，克里姆林宫准备冻结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战线。之所以说是让步，是因为克里姆林宫最初宣称他对包括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在内乌克兰东部4个地区都拥有主权。这个俄罗斯人就是说这4个地方都是我们俄罗斯的新领土。那现在好了，你乌克兰把这个顿巴斯地区全部让给我，我呢把这个还没占领下的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这地方我就让给你乌克兰了。你说这和流氓有什么区别？就是没有抢到手的也是他的，那现在他不抢了，这部分给乌克兰。那你乌克兰把这个波克罗夫斯克这些地方俄军打了2年打不下来的地方，让乌军送给他们。纽约时报则报道称，俄罗斯已准备好在阿布扎比会谈失败后对顿涅茨克地区发起新一轮进攻，占领这块乌克兰最坚固的堡垒地域，有助于克里姆林宫塑造胜利的宣传叙事。而一旦失去这里，乌克兰将更容易受到俄罗斯在未来发起的任何
攻击威胁。换句话说啊，即便是克里姆林宫宣称到此为止，其他国家也愿意为乌克兰提供所谓的安全保障，但乌克兰事实上仍处于随时被俄罗斯攻击的不利地位。我举个简单例子吧，就是顿巴斯地区啊，就相当于咱们的山海关啊，冷兵器时代啊，这个山海关，你要丢了山海关，那你北京城就不保。当地时间2月1日，泽连斯基在接受捷克广播电台采访时说啊，他说他有时候会考虑再次参选乌克兰总统的问题，并强调这一决定将取决于战争的结局。怎么说呢？曾经啊，泽连斯基是说过他不再参选总统，那这次他又说啊，有时会考虑再次参选乌克兰总统问题。他这个表态好像啊前后矛盾，前后不一，但实际上他表态没有变。他第一次说他不参与这个总统的选举啊，就是连任呢，是说乌克兰取得了和平，对吧？乌克兰签了和平协议，乌克兰加入了北约，乌克兰或者加入了什么欧洲保障或者美国保障。那这个时候泽连斯基说他就是任务完成了，他不寻求连任。那这次他说什么呢？他说有时会考虑再次参选乌克兰的总统问题，并且强调啊，这个取决于战争的结局。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仗还没停，或者后面战火又要起等等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认为他的任务还没完成，那他还要参选，继续竞选总统。我觉得他这个没问题啊。这个乌克兰目前啊，确实遇到了非常大的难题啊，也就是接受美国和俄罗斯的条件，意味着承认领土损失，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危机；但拒绝条件呢，就可能失去美国的支持，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均陷于被动。根据上周末美乌俄三方会谈以及后续披露的信息，美国在谈判中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从顿巴斯地区撤军，作为获得安全保障的前提条件。英国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谈判代表在阿布扎比三方会谈中向乌克兰传递了明确信号，乌克兰若想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需首先同意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而协议的内容很可能涉及乌克兰从顿巴斯地区撤军。部分消息人士称啊，美方甚至暗示，若乌方接受撤军条件，将在和平时期提供更多的武器支持。但白宫官方表态存在差异，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公开否认以土地换安全的说法，强调美国并非试图强迫乌克兰做出任何领土让步，其角色是促成双方达成协议。安全保障取决于俄乌双方同意的和平协议内容，而非单方面的条件。泽连斯基本周一表示啊，美乌安全保障文件已100%准备就绪，但同时强调乌克兰不会在领土问题上任何妥协。顿巴斯是乌克兰的领土，撤军要求触及主权底线，而乌克兰方面希望先获得美国和欧洲的安全保障承诺，再讨论其他问题，而非接受先撤军后保障的逻辑。至于俄罗斯呢，坚持要求乌克兰从顿巴斯完全撤军，并称这是任何和平协议的前提条件。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啊，这个根据路透社报道啊，当地时间2月1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从多个指标来看，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军事胜利已初具端倪，俄罗斯很快将在俄乌冲突中获得胜利。当日在采访中被问及俄罗斯何时在冲突中获胜时，梅德韦杰夫回应称，很快，我希望这一天尽快到来。他补充说啊，显而易见，军事胜利这一事实至关重要，而且从多个指标来看，这一点已经清晰可见。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最初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自那以后几乎没有变化，期间虽有一些细微调整，但总体而言，目标始终如一，从未改变。梅德韦杰夫强调，也就是说啊，梅德韦杰夫说啊，这个军事行动的目标是你普京自己提的，那你必须要以胜利完成，这个 KPI 是你自己下的，就这意思啊。那言下之意就是让普京啊别什么谈判啊，你得老老实实把乌克兰打败，谈判是不行的，这不是把普京放在火上烤吗？这个梅德韦杰夫啊再一次威胁要用煤气罐，梅德韦杰夫恐吓啊要动用核武器，他说啊，核武器就是核武器，这一点毋庸置疑，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武器，对全人类的命运构成极端威胁。但如果国家命运面临存亡威胁，任何人都不应有所疑虑。什么意思啊？就是当俄罗斯受到威胁的时候，俄罗斯的国家面临存亡的时候，就用核武器，这得喝多少早酒啊？当然了，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话的威胁效果基本上就等于自说自话。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核心目标是将乌克兰重新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
遏制北约东扩。但是啊，俄罗斯对乌战略目标难以达成，大国地位衰退成定局。虽然梅德韦杰夫说啊，俄罗斯赢得俄乌战争，对吧？清晰可见，但实际上啊，事实情况是目标难以达成，而且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衰退已成定局啊。从目前战场态势、经济状况和国际反应来看，这一战略目标远未达成。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军事、经济、科技等多个关键领域困境日益加剧，国内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出现反转，其作为传统大国的地位衰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场战争不仅未能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反而让其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比如说啊，这个俄罗斯的国防委员会秘书邵成实啊，半夜啊坐着专机来印度访问什么呢？无非就是慌了神了。因为这个特朗普是乱拳打死老师傅，既抓了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又要动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要动这个老和尚，而且威胁着古巴，古巴要投降了，正义联盟土崩瓦解，迪波老人慌了神，再加上印度国内啊好像出了点问题，所以赶紧的吧，派个得力人过去探探虚实啊，拱火浇油一把，看能不能二哥挺出来。二哥说我们自己忙着呢，你们先扛着。迪波老人哪有对吧？过去啊那种从容不迫，现在已经是慌张啊。所以连这个俄罗斯的口炮梅德韦杰夫啊都感慨啊，他感叹，他说2026年开年1个月像过了1年，2026年1月的政治事件密集程度堪比整整1年。1月已经结束，很明显它是一个事件极其密集的月份。总体而言，2026年开端，我也是一个成年人了，在不同岗位上工作过，见过不少的事情，即便对我来说这一切也显得相当出乎意料。按现在的说法，可以说有点太多了。实际上什么意思呢？按照咱们这个说法，就是2026年开年都是大事件，开年都是精彩不断。那对吃瓜群众来说精彩，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晴天霹雳啊。所以梅德韦杰夫感叹啊，说这1个月就像过了1年，压力大呀，度日如年呐。正义联盟老大现在岌岌可危，正义联盟老三要挨揍，老大是爱莫能助。这个邵成实说啊，莫斯科与德里将对西方国家破坏俄印战略伙伴关系的企图做出共同回应。我也没看见印度是咋回应的啊。实际上我感觉啊，是斯塔默到印度访问以后这个俄罗斯人有点慌，一看斯塔默说话那么高调，感觉正义联盟老二是不是跟英国人勾搭起来了，所以赶紧过来问个虚实，几个意思啊，对吧？不跟正义联盟老大玩了是吗？就这意思啊，来探听一下虚实。这就说明俄罗斯已经今非昔比了，跟往日不可同日而语，已经被打得没脾气，没有了自信，对吧？再也没有了那种说两个老虎打架，我在树上看那种从容和淡定，谁苦谁自己知道。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